Hello，又到我休閒小生煲湯嘅時候啦，冇見幾日，大家好嘛？有冇煲湯飲呢？各位上班一族嘅網友，平時係咪出街食飯多呢？如果食得太多肥膩嘢，對身體都唔係咁好噶，所以要經常飲翻啲健脾養胃嘅湯水，對健康係非常之重要噶。我今日就打算同大家分享一個滋陰補腎、健脾養胃嘅淮山南瓜螺片豬展湯。如果大家想知道呢個湯點煲嘅話呢，記得唔好行開，花幾分鐘嘅時間睇埋我今日條視頻啊！喺我分享之前，請大家免費訂閱我休閒小生嘅頻道，仲有撳埋個鐘仔，當有新片上架嘅時候，就會即時通知大家噶啦。螺片除咗可以令個湯鮮甜好飲好多之外，佢仲有滋陰補腎、強健骨骼、滋潤皮膚嘅功效。如果網友有皮膚乾燥、油分分泌不足，成日都周身痕嘅話呢，螺片湯就能夠有效舒緩你哋皮膚乾燥嘅問題。而家就等我先嚟用清水浸泡佢2個鐘頭先啦。至於淮山呢，就性質健脾，對於脾胃虛弱、食慾不振、胃口麻麻嘅網友嚟講呢，飲淮山煲湯就好啱你哋㗎。嗱，最後講埋南瓜啦。南瓜除咗有抗氧化功效之外，佢仲能夠預防好多種常見嘅癌症病變，加上佢含有豐富嘅纖維，對於腸道嘅健康都係好有幫助嘅。跟住要將啲栗子、螺片同埋豬展飛水，用凍水飛水。OK， 搞掂。咁啊，沖翻乾淨啲污糟嘢佢啦。嗱，咁啲湯料就可以備用嘅啦。到處理啲乾藥材湯料啦，有淮山啦、南北杏、蜜棗、果皮。我哋要用清水浸泡佢30分鐘，以去除佢喺表面上殘留嘅硫磺。而家就等我處理埋其他嘅煲湯材料先啦。最後清洗埋嗰啲乾藥材湯料啲污糟嘢啊、殘留咗嘅硫磺啊，咁就可以準備煲湯噶啦。好啦，啲湯料預備好晒，可以準備煲湯噶啦。我建議大家如果可以切細粒啲嗰啲，好似蘿蔔啊、粟米啊咁，就盡量切細粒佢。因為一來煲湯嘅時候會出味好多啦，二來飲嘅時候可以順便食埋，咁啲湯料都好有營養噶，咁啊食得就無謂嘥咗佢啦。嗱，如果各位網友係用明火煲嘅話呢，水滾計，大火煲佢15分鐘，然後轉細火再煲多1個鐘頭，45分鐘，全程煲2個鐘頭。咁煲好之後，我哋翻嚟再傾過。哇，好香啊！加半羹鹽，啲味出好多。我今日呢一個嘅淮山南瓜螺片豬展湯又搞掂啦。
呢個湯滋陰補腎、強健骨骼、滋潤皮膚，大人細路飲都好啱㗎。我用嘅全部都係平民又貼地嘅煲湯材料，唔講你哋唔知，其實樣樣都係寶嚟㗎。只要我哋平時養成飲湯嘅習慣，對我哋嘅身體健康一定有好大嘅幫助㗎。煲一餐湯，一家人都夠飲，大家開開心心、健健康康，咁唔係好好咩？如果大家想知道詳細嘅材料分量，可以參考我視頻裏邊嘅內容部分，就有相關嘅中英文食譜㗎啦。我今日嘅分享係咁多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個視頻分享出去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